深夜突然闪过一个披肩散发的女鬼，让本来就阴森的皇宫瞬间一片惊悚。而女鬼的出现是要引出背后的凶手。谁在哭啊？听着怪瘆人的，快走快走！直到富察贵人被吓晕过去，女鬼这才露出满意的笑容。其实富察贵人并不是凶手，而是整个过程当中的重要一环。因为大家都知道，富察贵人是无神论者，只要他说世间有女鬼，那么就会让所有人信以为真。起初，众嫔妃还在质疑他胡说八道，这浩然正气的皇宫岂会有不敬之物？但他的举止形态又不像在撒谎，所以安小鸟认为可能是冤魂索命。而这句话又让大家顿时想起刚被活活勒死的于答应：冤有头债有主，我没害他呀。所以他没害你呀，这不转脸就走了，否则你还能好好的待在这儿。自从富察遇鬼，那是人人惶恐。幸好皇后请来高僧超度，众嫔妃这才安静了下来。很快，皇宫又恢复晚自习的制度。每当华妃看到甄嬛时，就会一通嘴炮，各种讥讽和挑衅从来不带重样的。不过甄嬛这次不仅不生气，还好心的提醒华妃可千万别走夜路，女鬼专门找那丧尽天良的坏人。而华妃根本不信甄嬛的虎狼之词，可心怀鬼胎的丽嫔却吓得神情怪异，因此她紧跟在华妃的后面，生怕自己掉队被女鬼叼走。突然此时，一道白光从天空飘过，突如其来的场景让众人大惊失色，甚至还有一个宫女当场晕厥。而此刻的丽嫔也被吓得语无伦次，把他扶起来。要是我弄的，我没让他害死婉贵人，不是我。华妃见状，马上派人捂住她那张破嘴，还告诉众人丽嫔有羊癫疯的毛病，但凡遇到恐怖之事便会瞬间发作。为了让她尽快康复，需要带她回宫治疗。显然华妃这是此地无银300两，于是她的想法遭到了甄嬛抵制。而甄嬛的目的也非常明确，就是将丽嫔发落给皇后才算稳妥。然而华妃竟直接无视甄嬛的存在。而好巧不巧的是，说曹操就到。周宁海，你一个奴才怎么敢捂了丽嫔的嘴啊？真是以下犯上！怎料公公刚松开右手，丽嫔就跑到华妃面前求保护。如果不是皇后在场，华妃都有杀这个猪队友100次的想法。这不是纯纯暴露我方的目标吗？那事不是我让他做的，不是。快跟本王回宫去吧。与此同时，女鬼再次从天空飘来一句话：凡是点赞的都是美女和帅哥。岂料丽嫔立刻推开华妃，转身跑到皇后身边求对方救自己。而这个信号无疑在告诉众人，丽嫔似乎受到了某种要挟，因此皇后马上将她带回寝宫审问。可华妃却认为不妥，她说皇后刚来月信不能操劳过度，所以臣妾愿意为姐姐承担分内之事，但皇后绝不会放过扳倒华妃的机会。于是他们陷入互不相让的局面。而甄嬛深知后宫只有一个领导者，皇后乃6宫之主，由您亲自费神，皇上必定更加放心。还没等皇后和华妃做出反应，恭送皇后娘娘。恭送皇后娘娘。江福海，带上丽嫔。皇后这才顺势地带走了丽嫔。可见皇后虽有其名但无实权的无奈。而甄嬛通过闹鬼的恶作剧，也逐步查清给自己下毒的凶手。虽然没有找到华妃是主谋的证据，但能抓到丽嫔也算成功了一半。相信经过追查，真相很快会水落石出。尽管华妃一地鸡毛被甄嬛气得肝疼，可不得不接受对手的确机智过人。而曹贵人作为华妃的哈士奇，他又出了个馊主意去对付甄嬛。然而他们没想到的是，这个主意反而让甄嬛大放异彩。同时甄嬛也万万没想到，果郡王从此闯入了她的世界。你是谁？自己都成落汤鸡了，还顾别人？